工业总会发布2025年工总的白皮书，理事长是表示讲，伊昨日有甲新任的经济部长金明谦来对谈，建议讲应该要全力来支持国营事业扩大类似。金明谦伫今仔早起嘛去台中甲产业来交换意见。工总理事长潘俊英调一人苗红城顶拢到场。9月初2，工总发布2025年工总白皮书，予政府政策建议。不过时间拄啊伫内阁改组过工，工业界头人对新任经济部长金明谦充满期待。我给他3个建议：第一，要把国营的事业全部发动起来，国家要带头来投资，因为这种冲击啊，我们国家要先自救，要先把国内的内需发动起来。面对国际局势，关税汇率剧烈变动，2025工总白皮书特别伫国际经贸建议，包含因应川普申请伫谈判过程，更较重视国内沟通、纾困加辅导转型，希望做到位，避免台美双重课税。另外嘛，建议积极维持全球经贸关系，加强化台湾贸易能量，降低进口冲击。我们呼吁政府应该加快、加大对受到冲击的产业先予纾困，这个包括呢补助企业的员工薪资，降低企业裁员或者是甚至无薪假。当然，随着物价的水准变动，适当的调整是合理的啦。那至于它的公式要怎么计算，那恐怕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包括最近工资定价2大审议会9月拢会开始，成本也增加，是毋是造成企业更加重的压力？工总表示，普遍支持起薪水维持民生，也是定价是毋茫卖起。新任经济部长景明谦嘛同步伫上任的第2天，到前往台中参加产业座谈会，外界持续地观察新入阁员所带来的影响。记者采访报道。